弟兄姊妹、親友，早晨啊！今日出邊好凍啊，係咪呢？但係呢，當我哋返到嚟教會嘅裏邊嘅時候呢，覺得實在好溫暖。希望呢，我哋能夠喺一個咁舒適嘅環境當中呢，嚟到幫助我哋進入去敬拜。頭先唔知你有冇留意一首詩歌《My Peace》，係主耶穌應許我哋話，佢所賜俾我哋嘅平安係我哋世界上面揾唔到嘅。我唔知你會唔會覺得咧，喺呢個禮拜呢幾個禮拜裏邊咧，世界實在係好紛亂，無論係國際嘅情況啦，或者係甚至乎我哋自己本地嘅市區啦。但係我哋感謝神，今日帶領我哋翻到嚟敬拜，願意我哋喺呢一個早上，我哋暫時唔好讓呢啲嘅紛亂嘅情況騷擾我哋，讓我哋能夠專注嘅嚟到去敬拜神，好唔好啊？讓我哋預備我哋嘅心嚟到敬拜下，讓我哋安靜低頭默禱。請我哋仍然低頭，我哋同心禱告。愛我哋嘅神，創造宇宙萬物嘅主宰，我哋感謝你。今天早上你帶領我哋進入嚟你嘅殿裏邊，一個非常之舒適暖和嘅環境。求恩主你暖和我哋嘅心。當我哋進到去呢一個敬拜裏邊嘅時候，讓我哋個心對你係被主你嘅愛嚟到攪動，讓我哋嘅愛對主你變成火熱，讓我哋今日喺呢度嘅敬拜嚟到瞻仰主你喺你嘅榮耀嘅寶座上面嘅時候，主啊，讓我哋想到你嘅愛，想到你嘅恩，想到主你點樣嘅喺我哋未認識你嘅時候，主耶穌就已經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邊。
主啊，讓我哋帶住一個感恩、一個敬拜嘅心，進到去呢一個嘅敬拜裏邊。主啊，你係主角，我哋嚟係要頌揚讚美你。求恩主你悅納，求恩主你幫助我哋，讓幫助我哋有一個手潔心清嘅態度嚟到你嘅面前。主啊，我哋嚟到敬拜你，聽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聖名祈求，阿門。讓我哋一同起立。我要將你嘅名傳與我嘅弟兄，在會中我要讚美你。嚟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我們要來感謝他，用詩歌向他歡呼。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為大無窮，口舌不忘，難以形容。高潮諸聲，深過海洋，長闊高深，無法測量。始祖犯罪，惶恐低首，神獻愛子。拯救使我罪人與神和好，赦免一切罪有。縱然世代變更過去，詆毀王權垂落敗亡，更世人仍不求神，卻向山石呼求保障。真實慈愛始終不變，偉大無限無量。亞當後裔得蒙救贖，天使聖徒頌揚。世上海洋當作墨水，諸天穹蒼作為智障。世上萬境用作不乾，全靠文人揸炮苦幹，竭盡之力描繪神愛，海洋墨水用乾，案卷雖長，將天連天，仍難描述盡長。真實之愛何等豐富，偉大無限無量，永遠不變，永遠堅定，天使聖徒頌揚。真實之愛何等豐富，偉大無限無量，永遠不變，永遠堅定，天使聖徒頌揚。詩歌話真神之愛何等豐富，係其實呢個神嘅愛係咪都能夠喺你同埋喺我哋嘅心裏邊，喺我哋嘅生活上邊嚟到彰顯出嚟啦？讓我哋有一個禱告。親愛恩主，我哋感謝你，你嘅愛實在嘅係數算不盡，長闊高深，好似正如聖經所講，天離地有幾高，你嘅愛就係對我哋有幾廣。我哋感謝恩主，你俾我哋嘅大愛。禱告奉主名求，阿門。
聖經彌迦書7章18節嗰度話：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呢？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今日我哋係主餐嘅敬拜，我哋用呢首詩歌，主付上重價，幫助我哋紀念到佢嘅愛。常聽主聲音説，務要禱告警醒，人的渺小力量微，求告主終必得勝。常聽主聲音説，務要禱告警醒，人的渺小力量微，求告主終必得勝。全賴主恩典浩瀚，絕非因為我好，能換上光潔白袍，唯靠主基督寶血。主經已付上救恩的重價，你將我罪惡過犯洗淨，比雪更白。唯有主滿大能，救主看顧施恩，憐憫洗我罪人，破開冰封心死結。主經已付上救恩的重價，你將我罪惡過犯洗淨，比雪更白。你睇下出邊嗰啲雪啦，主耶穌洗我哋嘅罪，比雪更白。神為我冠冕存留，在他得勝為義，神與我安身居所，至聖者福杯上前。主經已付上救恩的重價，你將我罪惡過犯洗淨，比雪更白。來到他寶座前，在他得以全備，全願放低我榮華，跪拜他的腳下。主經已付上救恩的重價，你將我罪惡過犯洗淨，比雪更白。主經已付上救恩的重價，你將我罪惡過犯洗淨，比雪更白。聖經羅馬書5章8節話俾我哋聽，主耶穌係幾時洗淨我哋嘅罪？就係當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佢已經為我哋死。神嘅愛就在此向我哋顯明，十架恩、寶血嘅權能、救贖嘅恩典，讓我哋用呢首詩歌救贖嘅恩典獻上感恩嘅讚美，紀念主嘅受死，佢嘅愛。吃這餅，想到主的愛，你的身體為我擘開，十架恩
主將我贖，我可歸家作父子女，喝這杯，想到主寶血，我心感恩。最洗清，主寶血大能，罪的捆綁永遠解脫。為我死，耶穌釘身於十架，令破碎人生因你轉美好。心感謝，來跪拜得醫治。獲釋放，主救贖，恩典我永頌揚。吃這餅，想到主的愛，你的身體為我擘開，十架恩，主將我贖。可歸家作父子女，喝這杯，想到主寶血，我心感恩救主耶穌，最洗清，主寶血大能，罪的捆綁永遠解脫。為我死，耶穌釘身於十架，令破碎人生因你轉美好。心感謝，來跪拜得醫治，獲釋放，主救贖，恩典我永頌揚。你洗脫我污穢，罪惡擺脫，惡魔的攻擊。耶穌辛苦裝飾聖潔，待那天與你相見。你已洗脫我污穢，罪惡擺脫，惡魔的攻辛苦裝飾聖潔，待那天與你相見。我哋同心嘅喺神嘅面前嚟到去禱告。全能嘅神，愛我哋嘅父，感謝你，讓我哋今天嚟到呢個聖殿嘅當中，嚟到去敬拜你，仰望你俾我哋嘅慈愛。當我哋睇到十字架嘅時候，我哋就想到主耶穌基督，你為我哋嘅緣故犧牲喺十字架上，為嘅係將我哋一班嘅罪人救贖出嚟，讓我哋能夠成為神嘅兒女，並且得享永生。主啊，我哋真係知道，其實生命嘅源頭在於你，我哋嘅平安源頭在於你，我哋嘅健康亦都係在於你，我哋工作嘅能力都係在於你嘅。因此我哋為着我哋過去一個星期嘅生活，我哋感謝你，因為如果神唔係神你嘅容許，我哋一啲都唔可以做得到。主喺禱告當中，我哋仍然係紀念到我哋當中肢體身體嘅軟弱，我哋有長期嘅疾病需要藥物去治療，需要專業嘅醫生去跟進同埋幫助嘅。因此我哋都係將我哋自己交喺你嘅手裏邊。但係好多時候疾病都係突然間而嚟，係令到我哋係措手不及，亦都係有啲擔憂嘅。主啊，願你真係幫助我哋能夠喺當中
能夠真知道我哋係屬於你嘅，你一定會照顧我哋。我哋將到攞姊妹佢突然間嘅頸椎痛，或者喺當中亦都有弟兄姊妹喺咳嗽感冒病患嘅當中，求主你用你自己嘅恩手親自嘅撫摸醫治，幫助佢哋能夠早日痊癒。我哋都知道喺我哋嘅當中有肢體曾經入院治療，而家已經康復出嚟嘅，呢啲都係你俾我哋嘅恩典，我哋獻上感謝。同樣喺我哋禱告嘅當中，我哋亦都係想到我哋嘅朋友 Benny 弟兄，佢會喺嚟緊嘅星期三做一個嘅手術。主啊，願你喺當中聽我哋嘅禱告，因為可能佢未認識你，亦都唔知道你嘅大愛係如此嘅深，如此嘅厚。求你就係讓我哋弟兄姊妹俾佢嘅關心，叫佢咧能夠真係感受到神你嘅愛係如此嘅真實，如此嘅有能力。求主你幫助佢喺呢次嘅手術嘅當中，係主耶穌基督你自己親自嘅帶領醫院裏邊嘅醫療團隊，無論係醫生係護士，佢哋都能夠喺當中係有一個專業嘅準確嘅判決，俾佢呢個手術能夠順利完成，並且係超乎醫生所想所求嘅，讓佢嘅身體能夠嘅全然得到醫治。願你幫助我哋聽我哋禱告。仲有我哋都係將我哋嚟緊呢個星期嘅生活，我哋將到每一方一堂每一個嘅家庭同埋我哋嘅朋友都交喺你嘅手裏邊。求主你幫助我哋，叫我哋唔好忘記你俾我哋嘅應許，就喺詩篇46篇第1節嗰度講，就係話耶和華係我嘅避難所，係我哋嘅力量，亦都係喺我哋急難中隨時嘅幫助。因為謹記你嘅話語，就成為我哋生活裏邊嘅保障，同埋生活裏邊嘅祝福。多謝你，祈禱奉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今日係主餐嘅日子，咁如果你已經接受救恩，又經過水禮嘅呢，咁你可以同我哋一齊呢，就享受呢個嘅主餐。如果你未經過水禮嘅呢，你可以安靜嘅坐喺度觀禮，亦都靜靜嘅想一想，耶穌基督係咪真係如此俾我哋咁大嘅深恩厚愛呢？咁你喺度思想啦。邊位未有主餐嘅？請你抬一抬你嘅手，司事會將主餐送到你嘅手中。OK，咁個個都有啦。咁我哋好感恩，因為仍然有劉玉林牧師喺當中帶領我哋守主餐。請劉玉林牧師。我哋一齊打開聖經哥林多前書11章23至到29節，讓我哋一齊嚟到誦讀。開始，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主餐嘅意義係紀念、立約同埋盼望。像我哋所讀嘅第25節呢度話，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其實我哋諗下，當主耶穌將葡萄汁分俾喺佢身邊嘅12個門徒嘅時候，嗰啲嘅門徒其實係唔明白主耶穌所講嘅。
但係今日我哋每一個都知道，主耶穌用呢個葡萄汁嚟到代表佢喺十字架為我哋所流出嘅血，以致到我哋嘅罪得到赦免。罪呢個血亦都係代表咗我哋同佢立咗一個約，就係雙方都應該遵守嘅，大家都要承擔嘅責任。所以我哋吃呢個餅、飲呢個杯嘅時候，我哋就會諗到我哋嘅責任係乜嘢？我哋嘅生命其實唔係再係屬於自己嘅，而係屬於買贖我哋嘅救主。所以我哋繼續持守對主嘅愛，我哋每日為佢而活，直到佢再嚟。讓我哋一齊打開我哋手上嘅餅同埋個杯，我哋一齊擘餅紀念主。我哋都打開手上嘅杯，我哋一齊飲呢個葡萄汁。我哋一齊低頭同心祈禱。天上父神，我哋讚美你，感謝你，你嘅愛何等嘅大，就係彰顯在你自己嘅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被釘死喺十字架，成為我哋嘅贖罪祭。亦都讓我哋進入一個新嘅約，成為你嘅兒女。主求你嘅靈繼續嘅幫助我哋，叫我哋每日都思念到我哋呢個作兒女嘅身份。我哋已經係無罪，能夠喺你面前向你呼求，得着幫助，以致我哋嘅生命彰顯出你嘅愛，亦都係叫人認識主。我哋多謝你，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讓我一同起立，好似頭先牧師嘅禱告，盼望主餐紀念立約同埋盼望，提醒我哋，亦都幫助我哋喺嚟緊呢一個嘅星期，呢一段嘅時間，我哋想到基督嘅愛，佢為我哋付上重價，以致激勵我哋喺我哋嘅生活言行上邊配得我哋所得嘅恩典。常聽主聲音說，我要禱告警醒，極渺小力量微，靠到主終必得勝。常聽主聲音說，我要禱告警醒。極渺小力量微，靠到主終必得勝。主經已付上救恩的重價，你將我罪惡過犯洗淨，比雪更白。主經已付上救恩的重價，你將我罪惡過犯洗淨，比雪更白。今日嘅啟應經文，亦即係講道經文，係記載喺以西結書11章14至到21節。我哋一齊嚟誦讀。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對你的兄弟
你的本家、你的親屬、以色列全家所有的人說：你們遠離耶和華吧，這地是賜給我們為業的。所以你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雖將以色列全家遠遠流放到列國，使他們分散在列邦，我卻要在他們所到的列邦暫時作他們的聖所。你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萬民中召集你們，從分散的列邦中聚集你們，又將以色列地賜給你們。他們到了那裏，必從其中除掉一切可憎之物、可厭的事。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他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至於那些心中隨從可憎之物、可厭的事的人，我必照他們所做的報應在他們頭上。這是主耶和華說的。今日嘅金句係記載喺以西結書11章19至20節，我哋一齊嚟誦讀。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他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以西結書11章19至20節。請劉牧師嚟到正道。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都入到呢度應該覺得係溫暖，唔單止係因為個溫度計開到好高而係我哋自己內心真係有個火熱嘅心，願意嚟敬拜我哋嘅主，亦都係同弟兄姊妹喺埋一齊，係好得無比嘅事。我哋一齊低頭同心祈禱。父神，我哋感謝你，讚美你。你唔單止俾我哋有永生嘅盼望，亦都賜下你自己嘅話語，教導我哋點樣樣嚟到每一日喺在世生活，嚟到去榮耀你嘅名，亦都讓我哋更加能夠認識你，亦都認識自己。主，求你帶領我哋以下嘅時間，讓我哋打開你自己嘅說話，叫我能夠聆聽，亦都能夠藏喺心裏面，亦都行出嚟，嚟到榮耀主你嘅名。我哋求主你幫助我哋。因為我哋知道無論講嘅、聽嘅都係罪人，需要聖靈不斷嘅提醒、責備、引導。主，求你就帶領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咁啊喺1967年12月3號，有邊個係嗰日出世嘅？冇啊？有啊嘛？嗰年出世嘅咁你好開心啦。點解咧？因為喺嗰年咧，係人類醫療嘅歷史上面咧一個大日子喎，就係人類第一個成功嘅換心手術，就唔喺美國喎，竟然喺一個地方叫做南非嘅角城，有個醫生將一個健康嘅心換到一個55歲有心臟病嘅人嘅身上。咁移植係成功，點為之成功啊？嗰個換咗心嘅人咧，係可以恢復知覺，起身坐喺床嗰度，同屋企人傾偈，又接受記者嘅訪問喎。所以成為當時世界嘅大新聞。話都好耐咯，6、7年50幾60年前嘅事。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嘅心咧係身體裏面一個好重要嘅部分。耳仔就有幾多個啊？2個啊。心係點啊？1個喎，冇得話呢個聽唔到，嗰個幫手唔得嘅。點解咁緊要啊？因為佢將我哋維持生命嗰個血液係泵到全身每一個部分。
如果你嘅心壞咗，停咗你係點啊？死靜啦！所以咧，我哋對於心臟嘅健康咧，我哋都注意嘅。特別我哋好似我咁啊，即係年紀開始大嘅時候咧，就留心啦。醫生亦都幫你 check 下你嘅心嘅。如果有事係點啊？唔係淨係話食藥喎，有時生活習慣都要改變啊！要減乜嘢啊？減咩啊？減肥，仲有咧食咩啊？減鹽喎，又要減油喎，乜嘢都冇晒味道啦，係嘛？仲要監你做咩事啊？做運動，係啲專門人才喺度啊！一病好嚴重係點啊？就要做手術搭橋咁諸如此類。更加嚴重係點啊？換咗佢咯，係嘛？要做換心手術。不過大家諗下，其實心呢個字咧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咧，就唔係淨係講我哋嘅心臟。譬如話，你去到一間鋪頭，啲姊妹就知道噶，咁多件靚衫，買邊件好啊？咁啊，你會心大心細，心喐喐。聖經都係成日用個心咧嚟到代表我哋喺裏面嗰個深處嘅人嗰個中樞，心靈嘅中心點。我哋話心其實就支配咗我哋嘅思想、我哋嘅情感、我哋嘅意志。我哋嘅心亦都係決定咗我哋屬靈同埋道德嘅生命。所以心係決定咗你同我係一個乜嘢嘅人。因為你嘅心決定咗你同神嘅關係。好多人有個錯覺，就係以為呢位個不斷喺度泵下呢個心臟啊，係比我哋心靈嗰個心係更加嘅重要。但唔係，聖經話俾我哋聽，呢個有病嘅心，當然佢係會帶嚟人肉身嘅死亡。但係呢個死亡只不過係咩啊？係短暫嘅，而心靈嘅死亡反而帶俾我哋身體靈魂嘅痛苦同埋真正嘅滅亡。呢個係永遠嘅。所以我哋要關心嘅問題就係點樣有一個好嘅健康嘅心靈，一個健康嘅內在嘅心，以致到我哋一個真正強壯健康嘅生命。今日大家睇到嘅講題就係換心手術。經文就係大家正話所讀嘅以西結書11章14至到21節。呢段聖經俾我哋睇到，原來神知道我哋係有嚴重嘅心病，但係神愛你同埋愛我。佢以無條件嘅嚟到幫你同我做一個換心嘅手術，醫好我哋呢個致死嘅病。經文俾我哋有3個嘅重點。第一，俾我哋睇到原來心病嘅後果係幾咁嘅嚴重。然後神俾我哋嘅診斷係要換一個從佢而嚟嘅心。然後我哋話，我哋點樣可以得到醫治呢？我哋有個途徑係得着神呢個換心嘅手術。當我哋打開聖經，或者你翻嚟崇拜做得聽得講道多，你都知道以色列人另外有個名，有個別稱係咩啊？係神嘅咩啊？選民啊！佢哋有一個特別嘅身份同埋福氣。但係如果你再細心去睇舊約嘅聖經、舊約嘅歷史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到，原來呢個民族啊係有嚴重嘅心病，而呢個心病唔係正話我哋以西結書所講先至有嘅，係好耐之前就已經有呢個病。去到幾耐啊？去到3000幾年前，當佢哋出埃及嘅時候，已經有呢個病。我哋一齊讀詩篇95篇8至到11節。你們不可硬着心，
像在米利巴，就是在曠野瑪撒的日子，那時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40年之久。我厭煩那世代，說這是心裏迷糊的百姓，竟不知道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硬着心。當初嘅以色列人親眼經歷神差派摩西帶佢哋出埃及，睇到神所做嘅一切神蹟，但係佢哋嘅心出咗問題，硬着嘅心。當佢哋遇到困難嘅時候，佢哋唔願意信靠神，唔願意跟從神，反而點啊？做啲相反嘅事嚟到試探神。結果嗰一代嘅硬心嘅以色列人，結果都係點啊？死喺曠野嗰度。神好愛以色列人，神唔想佢哋因為硬心而全部都死，所以佢就警告呢班人嘅下一代：你哋要小心，你哋唔可以好似你哋嘅父親阿爺嗰輩。但係好可惜，跟住嗰班人都唔好得幾多，表面上係跟從神，實際上點啊？仍然自己中意點就點。佢哋嘅心病其實係越嚟越嚴重。今日正話同大家睇嘅讀嘅呢個以西結書，先知以西結呢本嘅作者，佢原本係個祭司，佢25歲後生嘅時候已經被擄到去巴比倫，30歲就開始做先知，做咗20幾年。喺呢段時間裏面，佢就向以色列人話：喂，神俾你做一個警告啊，要注意你哋嘅心病啊，揾醫生啊，你哋好大嘅病啊，但係一啲都唔容易。點解啊？留咗喺猶大國冇被擄嗰班人，佢哋唔識得去悔改，而被擄咗嗰班人呢，就點啊？佢哋覺得冇晒希望啦，佢都唔相信神。呢兩班嘅人其實就係以色列人，佢哋嘅心病係好嘅嚴重。咁想問下大家，喺我哋當中有冇以前或者而家仲食緊心藥嘅？可能又唔需要舉手啦，岌下頭或者你濕下少少就得㗎啦咁。其實唔係淨係嗰啲曾經或者有個病嘅人係需要醫治。事實上，坐喺禮堂後邊嗰啲靜靜地嗰啲，或者坐喺台上面，企喺台上面，包括我自己都係一樣。我哋都係曾經有過，或者仍然係有嚴重嘅心病。表面我哋睇嚟咩啊？起碼你哋睇嚟就係紅光滿面啦，好精神啊，好健康。但係其實我哋係有心病埋伏咗喺我哋裏面。如果我哋唔理呢件事，就好似昔日嘅以色列人一樣，會過一個痛苦嘅人生。我哋翻返經文11章嘅11、14至到16節，喺第14節呢度話，第15節呢度話：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對你的兄弟、你們的本家、你的親屬、以色列全家所有的人說：你們遠離耶和華吧，這地是賜給我們為業的。呢句說話聽嚟好有趣啊！係講到當時嘅以色列人對嗰班被擄嘅人，可以話一啲嘅嘲諷嘅說話。你哋遠離耶和華啦，因為佢哋眼中耶和華嘅同在係表現喺邊度啊？就喺個聖殿嗰度，因為聖殿係耶和華嘅居所。當然我哋知道神唔會需要住喺一個建築物裏面，但係當時代嘅人
就以為呢個建築物就係神就坐咗喺度噶啦。而家被擄嗰啲人，佢哋去咗邊度啊？佢哋唔係喺耶路撒冷，去到一個巴比倫呢個陌生嘅地方，地理上距離上面，佢哋係離開耶和華係好遠，佢亦都冇聖殿嚟到敬拜。而呢度話到，這地是賜給我們為業的。當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嘅時候，佢哋分到每個家庭都有自己嘅地可以嚟到耕作，可以收成。而呢塊地更加係永遠屬於呢個家庭嘅，係代表神所賜俾佢哋嘅福氣。但係呢班被擄嘅人，佢哋點啊？佢哋啲農田仲可唔可以耕種啊？去咗幾千里以外嘅地方，乜都冇晒。而且呢啲嘅地、呢個田，結果係會點啊？俾留咗喺嗰度嘅人，即係冇俾巴比倫人擄去嘅人，嗰啲嘅人嚟到霸佔咗。所以被擄嘅人就好似佢哋嘅祖先喺埃及一樣，成為別人嘅奴隸。佢哋更加係分散在列邦。第16節呢度話，佢哋唔係聚埋一齊。今日我哋好有福氣，我哋喺香港或者東南亞或者台灣或者其他嘅地方嚟到加拿大啊！我哋發現哇，原來多倫多咁勁啊，有幾十萬華人喎，我哋可以聚居喺度啊！但係當時嘅以色列人，佢哋被分散，即係幾個家庭就喺一個埠仔裏面，係冇人去幫佢哋、支持佢哋，所以被擄嘅人個心境係點啊？係被隔離，係孤立無援嘅。喺詩篇137篇就講到佢哋嗰啲嘅慘情，我哋一齊讀一讀啊！詩篇137篇1至5節，我們在巴比倫河邊坐在那裏，追上錫安就哭了。在一排柳樹中，我們掛上我們的樹，擄掠我們的，在那裏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為他們作樂，給我們唱一首錫安的歌吧。我們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華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寧願我的右手枯萎。呢首嘅詩，當我哋讀出嚟嘅時候，我哋都會感受到嗰啲叫被擄嘅以色列人，佢哋面對一個咁嘅環境，受到別人嘅嘲笑，孤立無援，個心境係好慘。就好似喺呢個19世紀一個猶太人嘅畫家佢所畫嘅圖畫一樣，每個人嘅眼神、面部，亦都係代表咗嗰種被擄嘅人嗰種嘅內心，充滿着痛苦、羞恥、失敗。大家有冇試過去身體有事，咁啊你要睇家庭醫生，家庭醫生話唔得，你要睇專科啊，咁有冇試過啊？都有啦。咁我自己嘅經驗咧，咁去到專科，通常都係點噶？等啦，見到佢嘅時候就話咩啊？佢會話咩啊？你做多幾個測驗啦，係嘛？佢唔會即刻話你有咩病咧咩？佢好小心噶啲專科，佢話你做多呢啲。如果你嘅心有事嘅，你去 book 個時間去個跑步機度掛晒啲嘢喺度跑啦，啊，或者咧飲啲咩水啊，咁啊然後又 scan 下你啊咁。咁啊過幾個禮拜，我打電話嚟，翻嚟睇報告。大家諗下，一到時你見呢個心臟醫生、專科醫生，佢話睇個啲報告、啲照片，望你少少，哇！你知唔係好掂啊？佢笑喎，佢話你嘅心壞咗90%啊！你會點樣問？你點樣答啊？你會點樣
問呢個醫生啊，我會咁問啊，醫生有冇得醫啊？我係做啲乜嘢啊？如果佢話佢仲笑笑口話，你冇得醫㗎啦，你會點啊？以色列人對於自己嘅心病，一路都係忽視抗拒，唔理。結果嚟到一個亡國、被擄、被人欺壓嘅地步，佢哋嚟到呢個田地，佢哋會覺得自己係冇得醫，我哋冇希望。但好奇妙，當人睇嚟係絕望嘅時候，耶和華神係對佢哋話有得醫，因為神係全能嘅主，神愛佢哋係從來冇放棄過呢班嘅以色列人。所以喺第16至到第18節，以西結書呢度話，我哋一齊讀好嘛？16至18節，所以你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雖將以色列全家遠遠流放到列國，使他們分散在列邦，我卻要在他們所到的列邦暫時作他們的聖所。你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萬民中召集你們，從分散的列邦中聚集你們，又將以色列地賜給你們。他們到了那裏，必從其中除掉一切可憎之物、可厭的事。當佢哋被擄嘅時候，佢哋離開咗耶路撒冷，以為神就再唔喺佢哋身邊，失去咗神嘅看顧保護。但事實上神係無處不在嘅，就話俾佢聽：你哋喺呢度，我都可以繼續同你喺埋一齊。佢哋被擄唔係永不翻身，而係話神係一個守約施慈愛嘅主。昔日神答應喺以色列所立嘅約，做佢哋嘅神，保護佢哋，帶佢入迦南地。雖然以色列人唔守約，但係神係繼續履行佢嗰部分，繼續愛佢哋，看顧佢哋，仲要拯救佢哋。所以神好清楚話到：我必從萬民中召集你們，從分散的列邦中聚集你們。耶和華呢番嘅說話，唔單止係鼓勵佢哋，幫助佢哋恢復對神嘅信心。但係諗下，淨係說話都唔夠，淨係說話都唔能夠完全嘅剷除佢哋已經有嘅心病。所以喺第19節，我一齊讀第19節，19至20節，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你們裏，又從他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神俾以色列人一個好明確嘅診斷，佢哋嘅心病係源於咩？肉體中嘅石心。乜嘢叫石心啊？石係代表咩？硬、執着，唔容易被改變嘅。啊，我哋鬧人就鬧咩啊？古老咩啊？石山唔變。或者咩啊？有個另外一句說話係咩啊？咩心腸啊？鐵石心腸。咁我同師母咧都好中意戶外活動啊。咁我哋放假咧就好常去郊外旅行。咁過去嗰20-30年咧，我哋差唔多每個夏天咧都一家大細，而家帶埋啲孫啦，咁啊去啲省立公園咧去 camping 啊，即係露營。咁啊，夜晚黑燒下營火，啲孫啊燒嗰啲marshmallow 啊，嗰啲棉花糖，哇燒到燶晒嚟食，哇好開心！
咁細路仔你最中意係咩咧？個仔嘅時候又係一樣，個大而家啲孫啊大咗亦都一樣，就好中意喺湖邊嗰度玩水喎。咁你湖邊有好多咩石春。呢啲石春咧比有啲大過隻手嘅，咁相信喺個湖嗰度咧就好耐。咁你俾啲浪沖咁，經過一個好長嘅時間啊，面頭就點滑嘟嘟嘅，好好玩嘅。啲細路咧就執晒嚟。咁但係咧有時佢哋就拎塊大啲嘅時候，一唔小心咋，啪一聲跌咗落地下，裂開2嚿3嚿。咁執起嚟睇，個石裏面有啲乜嘢嘅？可能有啲唔同顏色啦，可能有啲礦物啦，有啲咁樣。但係個心係點啊？係咪腍嘅？係同外邊一樣啊？係硬嘅。呢塊石喺個湖度浸咗，可能幾百年。可能幾千年，裏面仲係硬嘅，即係話出邊啲水有冇入到裏邊啊？一滴水都入唔到。如果你話將呢嚿石抹乾佢，擺喺個碗度，過咗1個禮拜，有冇水流出嚟？有冇啊？冇。冇水流出嚟，一個剛硬嘅石就係冇嘢入得去，亦都係冇嘢咩出得嚟。各位弟兄姊妹，神話以色列嘅心好似硬石一樣，冇嘢入得去，亦都冇嘢出得嚟，係咩意思啊？我哋諗下，以色列人係每一個安息日都係點㗎？都有敬拜，都有獻祭，都有聽祭司宣講神嘅摩西5經同埋教導嘅。但係佢哋係咪真係去聽？佢哋聽就聽，但係佢冇入到個心。佢哋唔願意跟從神，因為心裏面冇傳到神嘅話語。個個禮拜聽神嘅教導。神嘅話入唔到佢哋嘅心，佢哋都冇遵從神嘅話，俾神嘅恩典嚟到打動佢哋嘅心。佢哋其實望一望佢哋周圍，望一望佢哋自己，就知道神係點樣保護佢哋，點樣帶領佢哋去到呢個咁特別、咁好嘅地方——迦南地。佢哋睇下周圍，佢哋都仍然冇反應。最明顯就係話，當巴比倫王將以西結同埋其他人捉咗去巴比倫嘅時候，留咗喺耶路撒冷嗰啲嘅人有冇悔改啊？冇啊！佢仲諗住點啊？哇！嗰啲人走咗啦，佢啲田地咪空嘅咯。哇！我哋最好霸埋佢咯。佢睇見神嘅責備，神嘅憤怒，但係對佢哋完全冇反應。眨下眼就忘記咗，繼續去做壞事。另一方面，佢哋嘅石心係冇流露出一個屬靈生命，一個愛人愛神嘅心。喺以賽亞書1章11至12節呢度話到，耶和華說：你們許多的祭物於我有何益處呢？公綿羊的燔祭和肥畜的油脂，我已經厭煩。公牛、羔羊、公山人的血，我都不喜悅。點解？你們來朝見我，誰向你們的手要求這些，使你們踐踏我的院宇呢？以色列人去敬拜，其實係一個儀式，例行公事。佢哋對神係冇一個真正敬畏嘅心。佢哋都冇去一個愛鄰舍嘅心，而係點啊？自己顧自己，或者點樣係向別人攞便宜？
以色列人唔單止係冇彼此相顧，佢哋仲去欺壓有權勢嘅，就係欺壓窮人，欺壓啲寡婦孤兒，完全流露唔出對神嘅愛，對人嘅愛。我都講過，以色列人呢個硬心、石心，唔係第一日就係咁嘅。其實喺出埃及記19章7至8節，俾我哋睇到一個好唔同嘅圖畫喎。我哋一齊讀啊！摩西去召了百姓中的長老，將耶和華吩咐他的話告訴他們，百姓都同聲說：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一定遵守。摩西就將百姓的話回覆了。呢度就講到耶和華對摩西話：我願意同呢班人立約，佢成為我嘅子民。人民點樣答啊？我哋一定遵行，我哋一定跟住嚟做嘅。咁喺西奈山，佢哋好興奮。但係當佢哋進入迦南地，要面對困難、面對戰爭嘅時候，佢哋點啊？退縮、妥協。佢哋唔係再追求建立一個以神為主嘅國家，嚟到見證耶和華。佢哋只係追求物質豐富、安舒嘅生活。佢哋被外族嗰啲嘅迦南人嘅宗教嚟影響，為咗追求豐收，佢哋點啊？佢哋拜嗰啲嘅假神。以色列人嘅心個病係好嚴重，石心一路去到一個死嘅心，因為佢哋被物質嚟到吸引，慢慢對罪讓步，慢慢將神喺佢哋嘅心裏面推出去。佢哋冇察覺到，佢哋唔單止係石心，仲係一個冇屬靈生命死嘅心。直至到佢哋亡國被擄，佢哋中間先至有少少嘅人如夢初醒。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係咪比當日嘅以色列人好得好多啊？定係我哋有心病，我哋自己都唔留心？會唔會確實我哋係有嚴重嘅病，只不過我哋唔去睇？我哋成為神嘅兒女，我哋嚟到每個禮拜嚟敬拜佢，但係我哋嘅心係咪喺呢度咧？定係我哋嘅心仍然係跟住出邊世界嘅嘢咧？會唔會我哋好似以色列一樣，慢慢將神從我哋嘅心裏面拱走咗？我哋就會好似以色列一樣，得到呢個石心嘅病。我哋有個俗語叫做咩啊？心病還須心藥醫。但係啲藥唔掂嘅時候，藥都醫冇辦法醫好嘅時候，唔係淨係食藥啊，係要做咩啊？換心嘅手術。翻到經文19節呢度話到，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肉心同石心真係一個好大嘅分別。肉心係咩啊？有生命活力嘅器官。肉心係點啊？係柔軟嘅。如果你嘅心係硬嘅時候，你泵唔到血嘅。柔軟有彈性，係有反應嘅。如果你爬樓梯都喘氣嘅時候，即係話咩啊？你嘅心跟唔上啊！但係一個肉心有反應，佢話你要喐咩？我泵多啲血俾你。我哋對神係有反應，我哋神嘅話語係有回應，我哋對別人嘅需要、難處、痛苦，我哋係有感動。只有肉心嘅人先至會接受同埋遵行神俾我哋嘅教導。所以以色列人需要內心一個我哋話脫胎換骨嘅生命嘅改變，佢哋要重新嘅去遵從神嘅命令，得到呢個新嘅心之後，佢哋先至能夠再做翻神嘅子民。各位弟兄姊妹，
神知道以色列人係有嚴重嘅身病，神係要無條件嘅嚟到做呢個手術醫好佢哋。但係以色列人自己都需要預備好嘅喎，先至能夠接受神俾佢呢個手術。當你去做手術，做個大手術嘅時候，醫生都要你做咩事啊？要寫咩啊？簽個紙嘅喎。你唔簽字，醫生會唔會幫你做啊？冇醫生肯幫承擔。神願意為我哋做呢個換心嘅手術，但係我哋有冇呢個志願，有冇呢個心志去接受呢個手術？喺以西結書14章6節，我哋一齊讀。所以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回轉吧，回轉離開你們的偶像，轉念離開一切可憎的事。原來喺換心之前，佢哋需要，以色列人需要咩啊？悔改回轉。以色列人被擄，神藉着先知以西結話俾佢哋聽：你哋要除掉石心。神願意醫你哋，但係佢哋仍然有一個責任，就係要回轉，要承認佢哋嘅罪，離開偶像，願意再翻去到神嘅裏面，相信神，並且誠實嘅過一個敬拜神嘅生活。各位弟兄姊妹，今日當我哋讀完呢段經文嘅時候，你有咩感受？或者我哋試下做一個心病測驗啦，好嗎？我冇血壓計喎，冇人排過唔得。不如大家試下問下自己，我今日朝頭早嚟到參加主日崇拜，我對神嘅話語係咪願意去聆聽、去學習，定係覺得好悶？我對侍奉神嘅工作係咪有一個熱誠，有一個渴慕想去參與，定係覺得太麻煩，我都唔去？當你聽到弟兄姊妹遇到困難、遇到有病、遇到有其他嘅難處嘅時候，你係咪覺得呢個係我嘅弟兄，係我嘅姊妹？我要關心佢哋，我會用行動、用禱告嚟到去鼓勵佢哋。我哋對於我哋身邊未得救嘅朋友、親戚，我哋係咪好渴望佢哋得到主耶穌嘅救恩，同埋用唔同嘅機會嚟到帶領佢哋去認識主耶穌？當我哋慢慢喺度諗下嘅時候，會唔會發現原來我哋已經有咗呢個石心病嘅呢個症狀？可能係一個初期嘅，或者可能係一個好嚴重。如果醫生話俾你聽，你嘅病失咗80%嘅時候，你會唔會話冇所謂啦，唔使理啦咁啊？你唔會嘅。當我哋睇到我哋自己屬靈裏面嘅心係有個問題嘅時候，無論係小問題或者大嘅問題，我哋都要有行動。我哋唔好睇小嘅，亦都唔會覺得自己係冇希望。因為點解？因為我哋嘅父神係全能嘅醫治者。以西結書呢段經文俾我哋睇到，心病嘅後果係嚴重，係痛苦嘅。而神俾我哋嘅診斷就話，我哋要有一個新嘅肉心，我哋係有反應，我哋能夠吸收神嘅教導，我哋都能夠活出神嘅話語。而我哋係需要得着醫治，先要翻去神面前，我哋願意悔改。昔日神要醫治以色列人，今日神同樣要醫治我，
醫治你。只要我哋願意嘅話，實係要無條件嘅嚟到醫好我哋，俾我哋一個成功嘅換心手術，俾我哋一個肉心嚟到跟隨佢。教會今年嘅主題係咩啊？使命成全，就話我哋喺度敬拜，其實係一個延續，一個使命嘅延續。我哋得着呢個福音，我哋要繼續傳出去。而第一季嘅分題係生命嘅委身、應復興同埋應許。我鼓勵大家喺嚟緊一個禮拜，你安排一個安靜嘅時間同埋地點，用半個鐘、1個鐘、10個鐘，你認為可以安排出嘅時間，你單獨嘅嚟到神嘅面前，好好嘅嚟到喺神面前諗一諗，反省一下過去神點樣恩待你，今日你自己嘅心係點樣樣？求聖靈喺當時能夠光照你同我嘅心，睇到我哋裏面有啲乜嘢嘢係罪，有啲咩嘢我哋係唔面對嘅，係令到我哋嘅心失去功能。我哋願意嚟到神嘅面前，向佢呼求，向佢承認，向佢悔改嘅時候，我哋求神俾我哋除去石身，賜我哋嘅新嘅肉心，叫我哋再一次起嚟跟隨神。我相信，只要你願意向神委身，喺2025年，你係可以得到從神而嚟嘅新心。讓我哋一齊嚟到跟隨主，嚟到侍奉佢。我哋一齊低頭同心祈禱。當我哋安靜喺神面前，我哋思想主你俾我哋嘅教導。你願意點樣嚟到回應神？我俾一段時間俾大家安靜，俾大家用默禱嚟到去向神講出你嘅心意。慈悲嘅天父，我哋感謝你、讚美你，因為你係各位守約施慈愛嘅主。今天早上你將你嘅話語向我哋嚟到宣講，求聖靈繼續幫助我哋，讓我哋曉得點樣嚟向你得着醫治。求主賜我哋每一個人一個新嘅心靈嚟到去跟從你。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頭先林牧師話心病還需心藥醫，上主就係我哋個粒藥，能夠醫治我哋嘅心病。願主幫助我哋回轉，嚟個彼此認罪悔改，使教會復興，使到我哋嘅心靈火熱。求主監察我哋嘅心思意念，使我哋所思所想都係合乎佢嘅心意。求救主監察自我心思，求主監視知道我是意，若在我心。
情仍然站立，領受從神而嚟嘅賜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神嘅慈愛、聖靈嘅感動交通，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直到永遠。阿門。感謝主，讓我哋今天都能夠喺度一齊去敬拜神。喺在座當中呢，都係我哋熟悉嘅。咁樣呢，盼望神都係祝福你哋。我哋有啲嘅事情要報告，就係喺下個星期日開始呢，係夏令時間開始啦。所以你今個禮拜六臨瞓之前呢，將時鐘撥慢1小時，快。係啦，多謝各位提醒，係撥快1小時。如果你唔撥快呢，咁你嚟到呢就只係領受到回應詩同埋祝福嚇。不過而家新科技啊，我哋嘅手機、我哋嘅電腦呢，佢就自動會提醒我哋噶啦，係咪？咁第二個嘅報告呢，就係琴日開始，Ken 弟兄呢已經帶領有5個嘅弟兄姊妹咧，就學習一個新嘅科技啊，將嗰啲相片咧係改我唔識改啊，我係 high tech 嘅白痴嚟嘅，所以我就唔識。不過我老公咧就學咗噶啦，希望佢第日都會將我好醜樣嘅相咧變成好靚。係最緊要冇皺紋。OK， 咁咧就我哋仲有跟住3個星期就有呢一個嘅小組去學習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咧，盼望 Ken 弟兄唔好介意啊。間中我哋又加多1個人翻嚟啊。咁咧就學習呢啲咁嘅新科技啊。咁青年嘅初信班真理班咧已經喺上個星期開始咗第1課，今日咧會有第2堂嘅上堂，就會喺小屋嗰邊上嘅。咁每一次佢哋完咗主學之後咧，喺靈裏邊學習咗有餵養之外咧，跟住佢哋肉體咧都
都係會有餵養嘅，神俾好豐富嘅供應。佢哋跟住會食晏嘅嚇。今日咧係我請佢哋食晏，咁希望下個星期咧，你哋任何一位都可以自動嘅獻身，話俾 Angela 聽，你會負責佢哋嘅午餐。OK， 好啦，咁跟住咧，我哋都係普通嘅報告，就係我哋星期三咧都有祈禱會喺網上嘅，希望大家都能夠參加下。咁就奉獻仍然喺網上嚟到奉獻。如果你有感動嘅，就隨着你嘅心意，不要作難，不要勉強。你嘅心感動，神俾你幾豐富嘅供應，你就係用實際嘅行動嚟到去回應神嘅愛。好啦，咁咧就而家我想請大家用2分鐘嘅時間，我哋要為我哋一位嘅朋友嚟到禱告，因為佢星期三咧，呢位 Benny 嘅朋友就係喺中間，我哋 Annie 佢嘅丈夫就會做一個手術嘅，咁我哋為佢嚟到祈禱，盼望神咧都俾佢喺手術嘅過程當中咧係平安，係成功嘅，而佢嘅疾病係得到根治嘅。咁你哋一齊為呢一位嘅朋友 Benny 先生嚟到禱告，跟住我會結束禱告。全能嘅上帝，你係自有永有、滿有權力同埋能力嘅神。剛才你已經聽到我哋眾弟兄姊妹喺你嘅施恩台前嚟到向你禱告，就係為我哋所親愛嘅朋友 Benny 先生嚟到禱告，因為佢身體嘅軟弱，多謝你俾佢能夠好快嘅醫院俾佢有一個嘅日期嚟到去喺星期三同佢進行呢一個嘅手術。主係願你喺當中真係憐憫佢哋。雖然佢未接受你，但係我哋盼望你都係喺佢嘅身邊，成為佢嘅幫助，讓佢親身嘅經歷到神你實在嘅同埋你嘅慈愛，以至到能夠改變佢對你嗰種嘅印象，或者你嘅愛吸引佢嘅時候，佢經過呢一次嘅疾病嘅時候，佢願意謙卑嘅嚟到去尋求你，願你聽我哋嘅禱告，幫助佢。我哋都將到佢嘅家人、佢嘅太太都係有望喺你嘅手裏邊，因為要入醫院要經過手術，始終心裏邊都係有一啲嘅記掛，或者有一啲嘅憂心。主啊，喺你嘅裏面，我哋能夠有平安，因為你係我哋依靠嘅神。求你就係喺佢哋嘅家嘅裏邊，都能夠坐著為王，無論任何嘅情況，主你都與佢哋同在，幫助佢哋安心嘅嚟到去接受呢個手術，亦都用信心交託喺你嘅面前，得蒙你自己嘅憐憫同埋照顧。我哋以上嘅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感謝主，我哋今日可以喺度崇拜，
一陣間咧你哋默禱之後可以彼此嘅問安，然後帶着主耶穌基督滿滿嘅喜樂同埋祝福翻到你嘅家裏邊過你嘅生活。我哋一齊默禱。